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5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审慎管理奉献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16到24节。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我们尽管这一笔慷慨的捐款，始终十分谨慎，免得引起人家的挑剔。因为我们定义做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这样，在人面前也是这样。哥林多后书8章20到21节。这段经文主要在描述保罗派遣提多前往哥林多去，并派人随行来收取捐款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保罗特别介绍奉派到哥林多的3位弟兄，而他们是专为处理捐献的事到了哥林多教会去。提多显然是这3人小组中的领袖，在这简短的介绍当中，也给我们有好些处理教会圣工，特别是关乎钱财方面的重要原则。保罗他将收集这些奉献的事交给提多，还有这2位兄弟。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23节，要表明他们在银钱上清白和诚实，要保持好的声誉，免得影响福音的工作。而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，特别是在教会。保罗其实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的当中有说到，那教会领袖必须无可指责，包括管理教会、教导、牧养、坚守真理，甚至在管理财务的部分。10月3号教会要召开临时的会营和会，就选出了长老和执事，那来协助牧师牧养以及办理管理教会的事务。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选举，我们盼望选出合适的人选，这个是符合神的心意跟圣经的教导，也为他们来祷告。我们选出这些长职，希望他们能够尽长职的职分，也能够透过服事来荣耀上帝，使人得益处。那保罗他认为提多是适合的代表，而代表他到哥林多的这样的一个人选，也要提多自己有负担，愿意负这种责任。保罗对于挑选什么人来管理钱财，他是非常的谨慎。所谓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，那就是说不单有热心传福音，他也能够要廉洁可靠。那不但要忠心要爱主，也有足够的才能可以胜任这样的委托。在管理钱财的事上是受过试验的，在别的侍奉主的工作也受过试验。所以在举荐这3人小组之后，保罗他就要求哥林多人尊重他们，并显出应该有的爱心，不要因为他们是来收取奉献就轻看他们。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显出他们爱心的凭据，意思就是说显出他们对别处穷乏信徒确有的关切之心。
保罗曾因为哥林多人1年前他们有这样的奉献的心志，来夸奖过哥林多的信徒，所以在此保罗就勉励哥林多的信徒要显出这样的一个凭据来，他们当初所这样的一个心愿，来证明保罗对他们的夸奖是对的，没有改变。我们来默想，保罗为什么要派2位弟兄与提多共同负责收款？教会在处理公务或是这些的公款的事上，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原则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为我们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，并赐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，在参与教会的圣工当中有好的管理，并借着忠心的服事，让世人感受到您的爱跟您所赏赐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